位于的云林岛南的红仔街戏红仔文创园区，是全台湾第一间布袋戏的观光工场。这届甲虎尾科技大学来合作，联合来展览产学合作，希望布袋戏的文化会当顺利来传承。 伫咧展览会场，老师咧解说制作八仙过海布袋戏红仔过程。啊，这摆有参加大布景的虎尾科技大学生，因为疫情较紧，伫咧厝内隔离，伊透过网络甲大家分享，伊一摆和专业艺术学做布袋戏的经验。毕竟是八仙过海，所以我们有稍微去读了一下他的故事啊。伫咧岛南，这间学着遮布袋戏红仔文创园区，真侪年来拢一直咧推广地方传统的布袋戏文化。这摆是和虎尾科技大学 做合作，邀请真侪位资深工艺师来教学生编怎学做布袋戏。那这一次今天特别针对这样的一个课程，做了一场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师生联合展出。艺术嘛讲，希望当透过安尼教册，和布袋戏相关文化会让顺利传承落去。 我是吴依璇，想要跟我一起看新闻吗？现在就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下订阅，还要开启小铃铛哦。